拉姆納拉言拉姆，你們有沒有想過人類是如何進入父母的身體的？是通過自然父母從大自然中攝取的水果、吸收的陽光、呼吸的空氣，我們就是由這一切共同組成的，我們完全是宇宙的一部分。要喚醒我們內在的這一點，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為創造的宗教。達摩的真正含義是認識自我。當我們念誦拉姆納拉言拉姆時，一切都會被賜予。那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其他宗教呢？當一個人真正理解自己是誰時，他將不再需要宗教，他將能夠直接與宇宙連接。我的偉大導師告訴我，你真正的父母是天空，他們的名字就是拉姆納拉言拉姆。地球上的一切都來自於天空，並棲息在他的懷抱中。如今社交媒體向我們展示了許多信息，人們被以政治、宗教和種姓的名義煽動並被利用，因此人們不再明辨是非。那麼現在該怎麼辦？如果將地球上人為的教育替換為基於自然的教育，那將帶來巨大改變，也將改善整個教育體系。地球從不拒絕生活在它上的樹木、植物、動物和人類。地球上的所有政治家、法官、工程師、醫生和教師都應該反思自然。為什麼只有偉大的導師巴拉克、布拉克、馬查里吉應該思考這些？如果自然的概念也被寫進書籍，那將對地球極為有益。地球上有很多聰明的人，他們只需要理解地球的本質。現在有那麼多科學家前往月球和其他星球，但他們首先應該明白去那裡並不會帶來什麼真正的收穫。真正重要的是先改善地球。地球上大約有80億人，我們首先需要喚醒他們。沒有任何生物、樹木、植物、水、空氣或太陽會做錯事，只有人類才會。我們必須開始逐一糾正地球上所犯的錯誤。拉姆納拉言拉姆是什麼？每個人都應該知道，自然在觀察一切。當自然展現其毀滅性的一面時，一切都會得到糾正。地球已經翻轉了52次，下一次的翻轉將是第53次。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現在必須改變。如果有人是醫生卻利用這個身份來剝削他人，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之所以能成為醫生是得到了社會的支持，正是因為納稅人的供養，他們才得以在好大學裏學習。這就是為什麼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是必要的。所以請念誦拉姆納拉言拉姆並冥想。如果你冥想，你就不會遭受任何疾病，也不會面臨任何問題。